用阮囡仔到我遮，无得敬伊，因为天国是属伫即号的。这首诗歌，伊伫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讯息，就是讲，囡仔对细汉的开始，对耶稣、对神的即个概念，父母对伊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咱的父母讲的甲做的是一套，生活中有好的见证，啊，阁有祈祷。囡仔的纯真的信心，会伫即个中间叫培养起来。对上帝、对耶稣的纯真的信心、无伪的信心、纯真的信心。所以，父母对囡仔有遮尔关键性的影响。各位，也做恁敢知影？咱的宜兰港角有3000外的人，拢查甫的，查甫都3000外的，因拢唔是歹人，是没有辨识力的人。圣经内底的箴言，伊开宗明义，就是咧甲咱讲，要互咱有辨识力，有谋略。所以读圣经会互咱有了解真理，知影安怎做爸，安怎做母。所以老母带囝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上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呢，咱是咧培养咱的下一代做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咱来唱这首134，老母早带囝儿。咱过来谈的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圣经讲，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上帝伫伊的圣殿，咱的身躯嘛是伊的圣殿，所以咱时时拢会使来学罗上帝，时时拢会知影讲，你即摆在创啥。这样常常在学罗上帝的时，咱的心无论拄着什么代志、艰苦的代志，咱开声学罗上帝，咱的忧愁都会无去。咱若开始忧愁的时，圣神就离开你；你若开始学罗的时，忧愁就离开你。咱若哪忧愁、忧伤的哪加添？咱会使用上帝的话来定定来学罗上帝，因为伊伫咱的心底。咱来唱这首281，上帝即时临在。
咱的心，做今仔日的礼拜。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即马要开始进入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请咱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主。啥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吟全首。
咱犹原倚着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今仔日启用文37篇，启用文37篇也是真言23篇。启用文伫圣诗后壁面1067页，现着咱三角来启用。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为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为真快乐。毋通轻信歹人，要是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愿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来时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识、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欢喜。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歌手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满有丰盛稳定，统管万有，欢喜是阮互人的主上帝。靠无亲近你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虔诚祈祷，因为你是充满稳定有真理的主，去引着阮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要献尽阮的感谢甲懊恼。愿你感达阮伫主你面前的敬拜。也愿你的真理甲稳定领导阮，互阮人人拢会当经验着你。求主帮助阮，拢会当诚热像约伯共款，经历我前耳孔听见你，打我目睭看见你，经验你是一个稳定、赐福、可真可爱的上帝。亲爱的主，感谢你创造阮，搁赏赐阮自由意志甲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不过，人因为罪性甲骄傲，阮常常无以真理的道理来反省家己，颠倒是坚持家己的意见，行家己的路。安尼不但离开上帝你的心意，也失去了上帝你所应允的赏赐，造成彼此的对立甲冲突。主啊，原知阮所做的好行为无通好夸口，因为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白白恩典。恳求你赦免阮。阮常常骄傲，感觉家己上高，所有的代志拢是以我为主，拄着代志拢是我感觉、我认为，用我家己方法来去服侍人，来去听人。求主帮助阮，会当互阮认清家己的骄傲、甲软弱的罪，会当以谦卑的心来归向你，以真理来调整家己的言行举止，也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
亲爱的主，这个时阵，恳求你甲阮林牧师三角基地，互阮今仔日对牧师的讲道中会当丰富得到，伫真理的内面会当搁较认捌你，也愿阮的学老敬拜、感恩、甲服侍，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接纳。阮将所来时间交托你的手中，恳求你的灵顾守甲看顾，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在是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5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5节。我先来念现代台语译本汉字的部分。我感谢我列祖同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上帝。我每日祈祷的是少年你无煞。我想到你要的是日日流目屎，就真爱见你，通互我充满欢喜。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纪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所以，我们来看和合本修订本的部分。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在祈祷中昼夜不停地想念着你。我一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友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他你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所以，咱要学老要来请主日学甲青少客因要献的诗是《风和爱》。
这是牧师来正道，伊今仔要正道题目是无畏信心的先存者。大家这平安，咱真感谢咱的青少年堂嘅甲主席都带咱来安尼献上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上帝的听，伊透过真侪方式来对咱来施行伊的听。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想赐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老母，互咱会通借着咱的老母来去领受着伊迄个纯真的迄个疼心咱拢相信，咱所有做老母的，拢是用着迄个安尼无比的疼来疼咱的囝儿。上帝也用着伊迄款无比的疼来安尼疼咱，所以咱大声爱来向咱所有遮个做母亲的来致意祝恁伫咧母亲节会通安尼得到满满的快乐。咱的教会对母亲的定义非常的宽。咱即届伫咧即个中执会内面有特别对即个母亲的定义有做真清楚的定义。毋单是干那是一般有儿女的母亲安尼那定，包括怀有身孕的咱的姊妹，以及囡仔满50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恁毋单是家己儿女的母亲那尔，乃是要成做正信徒的母亲。也就是讲，咱着成做正信徒信仰的典范，甲着即个学习的对象。所以，请甲你隔壁的这兄弟特别是伊囡仔是做母亲的，是有身孕的，以及囡仔是姊妹，以及附带母职的兄弟，请你甲伊讲，这一年辛苦了，祝你母亲节快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心感谢你，阮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生阮的老母。主，阮也要对主你搁一届来献上阮对你的感恩，因为你用着你迄个无比的疼，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老母。虽然阮在世有个人的老母已经转去到伫你遐。有的老母抑搁伫阮安尼身躯边，主阮也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伫阮所有遮做老母的，互因逐人有对主你领受你迄款安尼纯真的信心，互因真正会通安尼用着安尼迄款的无比的疼，甲迄个纯真的信心来教导阮所有遮做正儿女的。互阮正儿女会通对遮来领受对你来迄款安尼的信，以及迄款的疼。愿你的话不断来充满着阮，也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过来的日子，祝阮毋是干那诚做人的母亲，阮也要诚做阮正信徒属灵的老母、属灵的老爸。互侪人因为看见阮的所行所做，就归荣光伫你，也诚做因学习的对象。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毋管咱的老母有伫地，是已经伫上帝遐每一个拢是互咱搁一届来思考老母真的迄个重要性的日子，嘛提醒咱做老母的着知影母亲的迄个责任偌尔重大。伫圣经内面有记载几位的即个老母，其中诚做即个多国的这个之母的这个撒拉侪国的老母的即个撒拉。是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一个上重要的根据。因为当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啦，讲毋是啦，
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叫以撒，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做伊的后的永远的约。当这时，亚伯拉罕对上帝领受迄款的迄个上帝对伊讲，你的予的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啊济。伊讲我的囝伊是玛丽，就讲我的迄个这个使女使女所生的这个夏甲所生的这个以实玛利愿他在你面前蒙恩上帝讲毋是，讲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叫做以撒，我要甲伊建立我的约，成做伊后的永远的约。也就是讲，这也是要这也就是安怎咱要讲这个来源真重要，因为牵涉到这个后代会怎样来成长，甚至国家的兴衰拢是甲这个老母有关系。咱若是对创世纪来看，咱就通知影，以实玛利后来是真做啥物人？真做打猎的，这跟老母嘛有关系，因为老母因为伊是迄个使女的，迄个伊无法度好好来请养这个囡仔，伊个当初时后来被赶出。后来，这个囡仔，伊敢若会通成做迄个猎人打猎的，但是以撒伊却拥有所有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对上帝所领受的祝福。当后来亚伯拉罕伊又撒拉死了，伊又娶其他的某，嘛有生其他的囝，但是亚伯拉罕当伊年老的时阵。其实伊已经生以撒的时阵，就已经真年老，但是伊后来将伊其他的只囝拢总甲拆遣出去，干那留以撒。这当然这甲以色列因的文化完全有关系。所以咱要对这个所在看见讲，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甲这个老母有一个真要紧的关系。过去就有安尼一个例。我2年前捌讲过，就是有一个中国人，伊的老母是以色列人，嫁予一个中国人。伊这个人伊大汉了，伊就以色列申请要归化做以色列人。在以色列政府就甲这个人甲伊做测验，测验有关以色列的文化，甲所有关摩西五经等等这的规例。无想到，伊煞有法度完全了解，佮有法度安尼讲回答都那个倒背如流。就安尼，伊得到许可规划做以色列人，因为伊的老母伫伊细汉的时阵就教导伊所有一切有关以色列的文化，甲着摩西五经一切的这条例。另外一个咧。就是有关一个以色列裔，但是后来伊伫美国出世，美国人。当以色列受到这个周围阿拉伯国家来安尼攻击的时阵，伊就转去到伫以色列，伫遐来当兵做来保护伊的母国以色列。无拍算这个人，伊煞伫咧这个战争的内面来死亡。伊的家族就以色列政府来申请，将伊的这个安尼这个骨骸会通安葬伫咧这个国家的军人的公墓内面。煞无拍算，煞无法度得到许可。一个真重要，就是伊的老爸是以色列人，但是伊的老母却是美国人的缘故。这就通互咱通看见讲。以色列人因是怎样看重，也是讲注重伊的迄个出身，可是伊迄个出身是伊的老母的出身是啥物出身？你是安怎会安尼？今仔日咱要透过提摩太后书，咱搁一摆来去想，保罗写批互伊所听这个同工提摩太，来看伊迄个
迄款纯心的信心是怎样建立起来？大先咱爱知影，就是即个以色列人会遐尼啊看重家己的出身，嘛甲因安尼过去，因有迄个亡国的迄款的经验，甲着受到殖民统治迄款的经历有关。咱知影以色列按讲上兴旺的时阵，最兴盛的时期是在大卫王朝的时候，一直到所罗门的这个时代可以说那个达到那个顶峰，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势那个到所罗门的时候达到顶峰，但是所罗门王一过世，这个国家马上分裂成南北两国。北以色列，南犹大，是安怎会变安呢？所罗门王，咱若对圣经来看，咱通看见讲，所罗门王伊敢毋是一个上有智慧的人嘛？是怎样伊的囝罗波安无法度成做一个好的王？我想这就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向上帝那个祈祷求智慧，那上帝就赐给他智慧，只不过他当时他跟上帝所求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有没有人知道？管理众人的智慧。他说这个百姓这么多，求你赐给我有管理众人的智慧。他不是跟上帝求上帝本身。就是得着神的智慧，而是如何来管理众人。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用着那个管理世界，或是用着这个世间的智慧来管理他的这个百姓。但是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为了要与这个周围的国家能够和平共处。他用了一个政策，叫做和亲政策。他娶周围的这些国家的公主，期待就是说，你们家的公主在我这里所以你们要乖一点不可以来攻打我。这样子的关系，也让以色列好像和平了一阵子。但是咱若搁对圣经来看的时阵，咱就通看见，圣经内面记载讲，所罗门王伊总共有偌济王妃，应该是差不多是有我感觉就是有700位的王妃是公主还有嫔300这样子就1000了这个后来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甚至到灭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始。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公主，她都带着她自己的神明来到以色列，她带到自己以色列，她自己拜就算了，她还做了什么事情？迷惑王一起跟他敬拜，这个他们所那个敬拜的神明。所罗门王无遵守上帝诫命，甚至因这的其他国家的这神明进入以色列，阁无踏进，阁为了这的神明起庙，引起上帝真大的无欢喜。过来搁这个所罗门王伊所有的这嫔妃内面有一位是伊上重视的，这位的这个王妃叫做拿玛，伊叫做拿玛。这个拿玛伊是啥物人？伊是以色列人咱讲世仇亚门人亚门人的王室的后代。亚门在哪里？在以色列的东边在那个以色列的东边的地方，这个国家伊拿呢，伊迄个因
也门这个国家，因特别吼，因所敬拜的神明是啥？是迄个摩洛，也是讲弥勒公，这个因伫遐敬拜这个弥勒公，也是摩洛。所罗门王为着这个拿玛安尼去迄个这个摩洛的这个丘坛，伊伫咧迄个所在，因为伊爱这个拿玛，所以伊就为伊起这个丘坛。咱若看这个图就通知影，这个要敬拜这个摩洛，爱做啥物代志？献孩子啊，献婴儿啊，献婴儿是要创啥？迄是甲摕去烧吼，迄大大互上帝无欢喜。所以这个拿玛伊毋若爱这个所罗门王为伊起这个庙，起这个丘坛，佮着爱所罗门王甲着伊来行逐种那个拜偶像的这个代志。直到全以色列从啊陷落伫咧即个罪内面，这位阿文人的即个公主，就是煞接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的罗波安的老母。圣经记载，罗波安安尼骄傲自大，直到以色列分裂，成做北以色列甲南犹大。伊的一生万分真爱上帝。通讲是对伊迄个邪恶的老母来继承。咱若过来看，这个北以色列国因总共安尼有经历18位的这个王。第一位的这个亚罗波安，伊的老母叫做西罗亚，伊是一个寡妇伊通讲是影响规个北国的未来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人物。圣经讲，伊的囝因带百姓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事。北国上有名的王，咱若对圣经来看，咱就通知影迄个亚哈王。亚哈王伊娶了一个真有名的某，叫做啥物名？亚西别，亚西别伊是啥物人？伊是西顿王，那个列巴勒的这个查某囝，西顿他们拜什么？他们拜巴力，所以因就这个亚西别就爱这个亚哈王去拜巴力，伊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这个撒玛利亚去安尼巴力的庙，有做巴力的这个先知伫迄个所在。佮毋然呢，佮为着这个巴力，也去阿夏列的这个庙，亚瑟拉就成为巴力的太太女神，咱对这个亚瑟拉，咱就常知影讲，这一看就知道是女神她也代表了她是能够安尼生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所以阿哈伊所行结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受气，比圣经讲啦，比伊以前以色列列王搁较上重。所以真正会通讲叫做讲种着歹田望后冬，娶着歹某一世人，搁影响甲毋那一世人，甚至影响规个北国。南国咱若对南国来看的时阵，咱嘛通看见，南国总共有19个王，可惜伫19个王内面，敢若有8个王是好的王。伫圣经内面记载，安怎看叫做好的王，有顺探上帝的话。19个王内底敢若有8位，你看卖安尼有凄惨无？所以除了第三个这个阿萨以外，无迄个无记载伊的老母的名以外，其他这7个好的王拢有记载因老母的名。圣经伫这个所在，上帝纪念这个人，咱若看对圣经来看，通知影伫圣经内面侪这个原底因为过去伫咧迄个时阵的迄个历史，所以
伫迄个时代，女性要记伫咧圣经内面是真少的。遮个王因为上帝纪念因，上帝看因是好的王，拢有记载伊的老母叫做啥物名。佮遮个王，伊的老母拢总是犹太人，毋是外国的公主。佮遮个王拢受到因的老母迄个水的信仰影响，王就惊耶和华看做好的迄个代志。只是讲即个王的好的王的比例真侪，无真侪，直到伫这个第12位即个希西家王的时阵，伊要做一个信仰的改革甲复兴的时阵，因为已经敢讲为时已晚，直到伊迄个无法度改变即个犹太国落尾犹原爱面临亡国安尼的一个命运，所以。相信咱拢期待咱会通安尼咱的儿女有好的将来，嘛有好的信仰。但是有的时阵，却是咱讲叫做事与愿违。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咱无好的模样来互咱的时势来跟对。咱拢知影，上帝祝福互见呐欢喜顺叹伊的人，顺叹伊话的人，但是。咱做人父母的，若无纯真的信仰，要怎样互儿女来跟对？有时咱会安尼参杂侪即个世界的迄个价值观，无掠上帝做咱性命迄个第一要紧的。咱的儿女也要因为安尼来跟对。恁想因检会建立一个真纯真佮水的信仰？亲像咱有个人做父母逐工，尤其伫咱现代这个时阵，咱有侪做父母的，逐工安尼拢要无闲到七晚八晚，直到咱的囡仔应该爱困的时间，因怎样？因犹原着爱甲父母做伙目睭伫遐金箍箍恁想？遮个细囝因过日，因敢会有好的精神？如果遮个细囝因过工爱去读册，要怎样伫咧学校有好的精神？直到因为无好的精神，所以因就伫咧学习的顶面也受到影响。咱遮做父母的安尼成绩无真好，创啥？去补习，你得常知影讲，伊已经困了，就已经无饱，所以学习无好，即马叫伊搁去补习，搁补习到七晚八晚，转来到伫厝，学校老师咧规定功课爱写无，爱做无，搁继续做，搁较晚。了，你用想象讲，即个囡仔，伊逐工拢困袂饱，无好的精神。伊过工犹原继续无好的精神，伊要安怎有一个好的学习？伊的学业要好到对倒位去？我想，迄拢是非常有限。这甲拢甲信仰无关系。但是咱伫咧咱即个世代，咱就是安尼咧对待咱的细囝。如果咱若无改变，咱若无好好去陪伴咱的遮个细囝，伊伫咧应该爱去困的时阵，老爸老母就是因，你就是去困，我就是陪你去困。困了时间到，因已经困去啊，咱才起来做咱该完成的代志。你想这囡仔伊有好的困眠，伊过工伊会有好的学习无？伊敢有需要搁去补习？无需要。但是咱却颠倒行，直到咱的细囝。无好的成绩，咱搁来伫遐甲怪讲，你啥若无好的成绩？咱无做好的模样，互因来对。拄则我只有干那讲安尼一项。如果咱的父母是迄个3C控，3C 产品不离手，你看咱的细囝会怎样？你捌看伫咧，咱敢捌看过伫咧即个网络面顶有侪遮个影片，有一个影片就是老爸老母安尼。
沿路行，手佫一直摕着三 C 手机，就沿路行。伊的囝仔伫咧边啊，嘛摕着一个手机，嘛对咧行。就算讲迄个毋是手机，伊嘛摕一个较亲像手机的物件来对伊老爸老母安尼行，敢毋是？咱用安尼来咧，互咱的时势来对。如果共款，咱做爸母的，若拜六的暗时的时阵，咱真爱看影片，也是甚至耍电动。咱真侪人即摆拢真爱玩手游，就礼拜六安尼手机不离手，就一定爱安尼看电影，看到手晚变晚，耍手机、耍电动，耍到手晚变晚，才要去困。礼拜的时阵才来爬袂起来。恁想，咱的囡仔伊要啥物时阵来参加主日咯？有的爸母会怪讲吼，囡仔拢爬无起来，敢有影？人囡仔早就起来，爸母困袂起来，还搁咧继续困。咱做爸母的安尼咧教导咱的囡仔，必须教咱的囡仔，伊感觉讲。这个信仰毋是真重要，亲像我伫咧我细汉时阵，我的爸母特别是要求拜六、礼拜日，若是团契聚会时间、礼拜日聚会时间，要求阮一定要去参加礼拜，一定要去参加聚会。我的爸母伊讲你。迄当阵，因为我迄当阵我的成绩嘛无真好，我的老母、我的老爸会要求我去迄个补习，但是补习的时间袂使经聚会时间。一个爸母，伊若是有看重即个信仰，伊会安尼来要求伊的囡仔，即个囡仔伊会对信仰会有迄个看重，各怪伊无共款，上帝引带伊行一个无共款的路。如果咱若是安尼来安尼活出来，亲像我头仔所讲的，咱安尼伫咧信仰顶面无真要义，咱若将上帝要祝福咱的迄个路甲断掉，咱甚至也断掉囡仔接受上帝所要祝福的迄条路，因为咱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讲什么，行什么，咱的囡仔拢在看，嘛拢在学。安尼，咱到底要互咱的儿女得到什么款的物件？是讲你要互伊来得到什么款的物件？就爱对你平常时你所看、你所听的，甲你所想的，以及你所讲的，甲你行出来是什么货，伊就来得到什么货。所以，弟兄兄弟，咱搁一摆来想，伫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保罗伊对提摩太讲，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即个信心是你的外妈罗伊，甲着你的老母幼年期善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提摩太的老爸是希腊人，伊毋是以色列人，所以咱若是看。即个规个圣经的记载内面，咱就通知影，即个提摩太的老爸有可能真早就来过身去，所以提摩太伊的老母带着伊的囝儿，安尼甲着伊的外妈同齐伫遐大。伫咧保罗迄个时代，咱通知影，寡妇是真恶伫生存的，但是真认为失去丈夫的妇人人，就将因迄个因干他所有的。迄个纯真的信心，来互即个少年的提摩太来学习，并且佫牧养着即个即个提摩太安尼来长大汉，后来因对保罗来得到即个信仰，佫成做保罗真要紧的同工。即个技术有可能是保罗安尼要伫咧伊将即个提摩太留伫咧以弗所，来伫咧因所伫遐所设立的迄个教会。所以提摩太就留伫咧以弗所，保罗伊继续经过特罗亚，一直去到伫即个马其顿，后来伊去到伫罗马，上落尾保罗死伫咧罗马。即个时阵，保罗
伊可能大概伊可能安尼知影伊家己的日子特别安尼特别到，无偌剩无偌久啊，所以伊特别写批，互即个伊所听即个少年的同工。伊伫遐安尼，搁一摆提起着，当伊甲提摩太伫遐离别的时阵，提摩太伊伫迄个所在伫遐咧流目屎。咱嘛会通看见提摩太甲保罗因迄款的关系是偌尔亲密。保罗伊安尼迄款疼提摩太的迄款的心是遐尔咱讲是恶伫想象。保罗爱提摩太毋通因为踮伫咧即个以弗所的教会，佮教会伫咧迄个时阵受到当时迄个希腊罗马迄个世界的影响，直到即个少年的提摩太伊的内心有侪的惊吓甲不安，因为伊毋知要安怎来引带即间教会，毋知影要怎样来治理即间教会。保罗爱提摩太，伊伫咧即个所在毋通干互遐个艰难的代志所压扛，乃是爱伊搁一摆重新来去看去看，去想啥？去看啥物货？去看伊所过去伊所领受的迄个信。即个纯真的信心，大省是提摩太的外妈罗伊甲着伊的老母有年纪生有的。保罗讲伊讲我相信。现在你嘛有，保罗爱提摩太去看、去想伊所有的，毋是看伊无的，就是爱伊对伊的外妈甲伊老母所学习到迄个信心。当伊伫迄个所在，伫遐愈看、伫遐愈想的时阵，上帝的心就进入伫咧伊的心内，会坚固伊的心，互伊伫咧伊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会通安尼得到徛在。得到坚固，所以弟兄兄弟，咱伫这个所在，咱搁一摆重新来想，咱要用着什么款的迄个信仰来互咱的儿女来学习？面对这个世间有侪安尼迄个价值观甲着咱的信仰伫遐咧安尼讲相冲突的时候。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是冲突的，咱就趁这个，咱是要趁这个世间，用趁这个世界，是要欢喜来顺趁上帝的话，互咱的儿女来学习。这关系到咱甲咱的儿女要怎样来领受对上帝来迄款安尼的祝福，搁。咱若是只有影响咱家己的儿女，安尼若定，咱嘛爱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工作中，甚至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的社区的内面，不断伫遐来影响侪人，皆毋是。真侪人伫遐咧看咱的生活到底是甚物款的基督徒的性命？你到底活出什么款的基督徒的性命？咱到底活出什么款的基督徒的性命？我真欢喜伫昨我听见着咱的芬兰姐伊对我来分享，伊讲伊所关心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过去嘛捌有一遍来参加着这个女子新人院的这个课程，伊伫迄个中间安尼过去伊四周围其实有侪基督徒，但是拢互伊安尼跋倒。了，这个姊妹伊无愿意来教会，但是拄好咱的芬兰姐拄好住伫伊的隔壁。后来这个姊妹伊知影芬兰姐嘛是基督徒，伊伫遐观察咱的芬兰姐。伊伫迄个所在看见即个芬兰姐，甲其他伊原本看到的基督徒无共款，伊就相信讲基督徒是无共款的。就即个人，伊开始慢慢开始搁重新来建立伊家己的迄个信仰。所以弟兄姊妹，
咱到底要用到什么款的性命来互人来看？佮咱要诚做什么款的人的属灵的父母？今仔日伫咱的教会中，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家庭内面，咱有侪大家人伫遐咧看着咱每一个人。你到底要画出什么款的款式，互因来跟对？那安尼我想咱应该大声来诚做一个纯真信仰的迄个先存者，互见看见咱的人会通对咱来学习。来看见主伊的信心踮伫咱的性命内面检视，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诚做一个纯真信仰的即个先存者。所以，请甲你的隔壁的人讲，你是纯真信仰的先存者。也期待咱真正会通活出来，互侪人因的性命，因为因的性命要有无共款的性命。要诚做互上帝所祝福的性命，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透过保罗写互提摩太的批信，主你也搁一摆提醒阮。主，阮过去阮对阮的信仰的先辈，领受侪迄个纯真的信仰。也伫即个所在来建立主你的教会，主当阮要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光照阮，互阮看见阮的性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性命，也光照阮，互阮真正知影，阮就应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迄款的款式，就是阮对阮过去阮的这信仰的先辈所领受迄款安尼纯真的信仰，主阮也。就怎样诚做安尼迄款的纯真信仰的生存者，来互侪人，因为阮也要来领受对上帝你来的祝福，互阮会通诚做侪人迄个信仰的老爸老母，互阮会通诚做侪人迄个属灵的父母。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特别是伫咧即个母亲节的时阵。阮搁一摆来受到提醒，阮毋是干那诚做侪人肉体的即个父母安尼那尔，阮也要搁诚做侪伫信仰顶面侪人的这属灵的父母，愿你的神不但来激励阮、帮助阮、提醒阮，互阮过来的日子会通结侪果子，互侪人看见阮就归荣光伫你。我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祈祷圣名祈祷，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34首，圣诗134首，老母早带囝儿，请咱起立来吟转。
今仔日是死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疼。咱来吟诗奉献诗歌。请起立。只是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第一个，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即是咱来进行奉献，请薛文哲执事甲简秀美执事来书献。
着你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关怀、接纳、欣赏、宽恕、付出爱。这样美好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因为神先爱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时刻谨记圣经的教导，当孝敬父母，使我们做儿女的能够体贴父母的心意，孝顺他们，使这真善美的种子传承下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荣耀你的名。又求主赐给所有的母亲有教导儿女的智慧和爱，护子女的恩慈。求你使他们身心健康，在主里常有平安喜乐。亲爱的主，我们把甘心乐意的奉献献给你，也求你祝福我们常有感恩的心。祷告奉基督恩慈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咱先来读现代台语译本汉字的部分。题目台后书第1章第5节，咱同齐来读，请。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请咱搁来读一遍。请，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所以咱来看和合本修订本的部分，咱嘛同齐来读，请。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也深存在你的心里。咱过来读一遍，请。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曾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心里。因为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教会有准备要互咱每一位做老母的一份礼物。咱即马请。正做老母，也是讲50岁以上的姊妹，甲有幸运的姊妹，请咱徛起来，咱要请咱的青少客甲社青来颁发这个礼物。咱的教会有特别就是请你做，你是母亲的，以及你怀有身孕的，以及请50岁的姊妹，请拢起立，50岁以上的姐妹，满50哦，就请你起立，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社青跟青少去能够来发给我们的这些妈妈们。摕到的就使坐落来。祝我们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外面有没有？在外面那边有没有？隔壁那个教育厅。外面教育厅那边，嘿。叫咱教会后来咱的决议就是咱的母亲节跟父亲节2个节日的这个教会送给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只有这个礼拜这个时阵发
时间过就没有啊吼，所以吼无来做礼拜就没有吼，咱的长辈吼，咱的商人吼就是除了来做礼拜以外，咱的无来的，咱的商人团契的会长也是关怀组会将无来的即个咱的遮长辈时代，因的即个礼物送到因的府上，顺续来甲因关怀，以上安尼报告。搁一摆祝咱的老母母亲节快乐。即马咱来介绍新朋友，一个姊妹叫做李柔萱甲陈慧丽。陈慧丽毋是咱教会这个陈慧丽长老吼，咱欢迎伊，因两个是好朋友。罗萱姐顶回开刀啦吼，所以安尼有一段时间无伫咱的中间来做礼拜，伊足意外通好来安尼做礼拜，咱真感谢即个另外一位陈慧丽吼，陈慧丽姐吼，真欢迎伊来转来到伫咱中间慧丽姐伊拢安尼真关心柔萱姐吼，所以期待柔萱姐马上来做礼拜，所以安尼多好，伊即届多好会用载着柔萱姐来遮甲咱同齐做礼拜，咱真感谢主。欢迎。即马咱来看周报第4页报告的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14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今仔日是母亲节，教会有为咱每一位老母准备一份礼物，感谢老母的辛苦。第三点，经传道师萧江祥先生伫4月20日蒙主恩调，请咱为着伊的遗嘱来祈祷。第四点，黄芳苗弟兄伫5月初4安休主怀，伫5月14，就是即礼拜5的暗时8点，伫因的厝举行安慰礼拜。过顿工的15拜6，早时9点半，伫福园的巴林餐厅要举行日暮告别甲火化礼拜，嘛请咱为着遗嘱来祈祷。第4点，即礼拜4早时9点半，伫咱教会有双年乐龄活动，那欢迎咱的兄弟来参加。第6点，下主日是玉山新学院主日，大溪教会吕宗明牧师会来咱教会请安甲报道。第7点，请第1堂甲第2堂服侍同工来参加每礼拜5暗时8点的同工服侍的培训。第8点，咱若有登记要申办圣诗的兄弟，请会记你去办公室来付钱来领圣诗。第9点，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咱每一个人是奉献袋内底，请咱兄弟家己来领转去。第10点，5月23也是圣灵降临节，迄天咱是荷塘礼拜，嘛有圣礼典甲中级改选。咱的会员名单甲候选的名单，从今仔日开始公告，会搭伫公布呐，嘛请咱兄弟爱去看一下。若有意思要洗礼兄弟，爱先上洗礼前的必修课程，请向曾碧光长老来预约上课的时间。迄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请咱中级的同工来备办先。所以这个部分，咱要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一下。像这平安，咱的伫咱的顶礼拜咱有报告过，咱搁即马搁小可共款搁强调一遍，就是咱伫咧今仔日开始有即个咱的规个候选名单的公告，以及咱的会员节的名单的公告，拢伫咧公告栏，请咱注意去看吼。若有迄落失错的所在，赶紧甲即个干事来订正。另外一个就是要请咱兄弟来到三工，就是伫咱的即个社会有决议吼，就是咱过来咱即届的即个中级的选举咱要采用翁仔某，若拢是候选人的时阵，请家己。翁仔某家己来推派一位来代表即个家庭来参与伫咧中级的候选，那你若是你的即个家庭，你的细囝嘛已经是成年会员，伫咧即个中间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即个细囝，恁的囝儿若是儿女是即个成人会员，但是他是已婚的，被视为另外一个家庭。所以可以同时一起参与候选，但是这个儿女的
如果是夫妻都是成人会员，吼，那拢迄个儿女诶，即个翁仔某嘛是拢是教会成人会员，吼，嘛是共款，爱家己翁仔某家己去安尼推选一个出来代表来参选，吼。那假使你的即个家庭，你的儿女是拢还未结婚的，吼，所以即个父母甲着囝儿同齐，吼，共同来推派一个出来，迄个候选即个中级，吼，所以咱用安尼来做一个迄个说明，请咱来注意，吼，以上。所以咱的迄个过过来。咱家庭已经选好势了后，请来咱的干事兄来摕迄个推选单，吼，咱有一个推选单，吼，就讲你这个家庭是要推派什么人出来候选，吼，咱就填迄个推选单，吼，来互小会来以便咱的这个候选的这个名单会制作以上的报告。所以第11点5月30，咱教会要举行亚活礼拜，咱报名已经开始，已经甲下主日16号截止啊。请咱若要报名，会记你去办公室来缴钱。这个部分咱请帮长老来补充报告者。大家平安。这届亚活礼拜，要伫孙理莲园林区，就咧万里。就是靠近野柳迄个万里，吼，有一个孙理莲营区。这个营区除了有礼拜堂以外，足特别的，伊是有圣地的游踪，就是伊有甲新约、旧约内面所有的讲的，像会幕、像会堂，也是会堂，搁一寡植物，伊拢有咧遐有做模仿，缩小型的模仿。所以是足好的机会，大家即摆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你无法度去耶路撒冷，毋过你会当咧遮先了解你读圣经时，遐个所在的设施是啥物形的伊讲这段这段是啥物形状，吼会幕内面是会幕是安怎，伊有专门备办。每30个人，伊有一个导览员，所以伊要收门票，一个人250块。伊嘛为咱备办午餐，一个人150块，所以敢若安尼就400块啦，无算游览车，搁逐项的支出。无教会即届有决定，一个人敢若收200块，因为阮认为讲，小会认为讲，即个是一个足好的。宗教教育，大家读经不只是读经尔，你会当看到实物。为着安尼，阮有备办两台游览车，一台40人，所以有80个位。我拄仔有统计，已经有59名报名。因为立泽简教会张仁礼牧师迄边，因要订15个位。所以两个加起来已经74个位应该剩6个位，搁头城还未报入来，所以实际上可能位置安尼算起来80个位差不多拢满啦。毋过有一个情形，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有3个家庭因要家己开车去，虽然因报名，因要家己开车去，所以就让出来10个位。所以大家要报名，阁有机会。小等礼拜煞，请你咧外口报名。因为出发的时间甲所有的行程，后礼拜阮会公告，甲大家，因为到后礼拜截止报名嘛，所以大家后礼拜是后礼拜，阮就会发出行程的通知。到时请大家爱做伙来。教会一学出发，因为这个路程足方便的，从遮去就国道5号，转国道3号去基隆，基隆直直行到国道3号的头，左转，
啊，直去，就会当到孙理莲的营地。时间家己开车可能1点钟，游览车会较慢一撮，所以阮因为计划10点要做礼拜，所以阮一定会8点半是8点就要出发，请大家心里爱有准备，迄天就爱较早来教会。啊，第二点，即马交钱的已经有43名，我们叫48名吼，所以啊，搁10几个还未交钱的，请去办公室交钱，一个人200元，吼、欢迎大家再做伙来甲邀啊礼拜，顺线去外口看一下，行一下，吼、因为天气袂歹，啊嘛学习生育、育育的足侪物件的真实的状况。以上报告。所咱来看周报的第6页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七星中会职场施工部第5月29日，宜兰教会有举办在命定与竞争中的全生涯发展的讲座，那欢迎咱兄弟来参加。第2点，5月19早时9点半到12点，七星中会乡里部有举办孝亲感恩礼拜，伫和平教会与会中有汤丽玉秘书长的主题是失智症的防治。若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请向松尼团契的会长王光辉执事来报名。第3点，5月2日伫罗东教会有举办银发桌游带人领人培训课程。啊，同款，咱若有兴趣的兄弟，请看公布栏。第4点，5月23下晡2点到5点，伫宜兰教会有举办南洋区的信徒组聚会。那详细情形嘛是请咱看公布栏的海报。第5点，5月31日6月初7早时8点半到下晡5点，伫暨南教会有熟龄绘本带领人出街培训课程。同款，咱后兄有兴趣的兄弟，请咱看公布栏的海报。刷来带导事项，请咱看每周的牧会函。然后刷来这注意事项，请咱兄弟家己过报。特别伫即马疫情非常严重的期间，咱每个人真的要挂喙掩挂好，啊，转去就会记爱勤洗手。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报。若有错误嘛，向干事来提出更正。咱的事项表有排着轮值的当工嘛，请咱备办心。来准备会计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来过报。所以咱只是同心来祈祷。主啊，全球因为武汉肺炎来死亡的人已经有320多万人，而且短短无到2年的时间，有偌济家庭因此来破碎。虽然开发有风声，也毋过人却无提高警觉。即使全球的疫情有哪来哪严重的情形，特别是印度，因为疫情的大爆发，即使真侪人因为无善数来过身。求主怜悯你的百姓，耶和华你捌讲过，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赐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落尾有望望。求主怜悯医治，赏赐因国家甲阮的国家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知影正确引带百姓。也恳求你保守帮赞伫第一线医护人员，有因的付出甲牺牲，互阮会当早日脱离灾难，进入你的保守甲稳定当中，享受真正的平安。主啊，伫5月23，阮的教会中职要改选。主，你捌讲过，因为耶和华看人无亲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求主赐予阮众兄姐有对你来属天的智慧，来选出合你心意的中职。毋是看年纪，毋是看学历、外表、经历，也是家世。搁较毋是看伊外交讲，是爱看伊敢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愿意看无家己，顺主最大，会以谦卑的心来服侍主，来听人，
来宣扬你的福音。亲爱的主，放苗弟兄第5月初4安息主怀，伊选了地上的劳苦，脱离了身躯的病痛。阮深信伫基督的内面，伊是困去，毋是死。虽然阮嘛真毋甘，也毋过主讲，我是过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还久为活。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袂死。求你亲自安慰施恩祝福放苗弟兄的家族，坚定因的信心，对将来有盼望。借着你无尽的恩典，行伫永生的路。主啊，我嘛要特别为着阮教会身体欠安、身体有病痛、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特别为着王一兰执事、路人节执事甲真正弟兄来祈祷。主，你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求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以你的大宽容医治因，以你圣灵的力量安慰因。当因伫接受治疗这段期间，求你赐予因信心甲耐心，着用喜乐活泼的态度来面对破病的日子。求你予因早日恢复健康，会当搁甲阮来三角服侍敬拜，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天父，今仔日是母亲节，我要为着阮的老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听阮每一个人，也感谢你赏赐阮伫成长过程中有无同款的老母伫阮的身躯边，是生我养饲我的妈妈，是像老母照顾阮的老师，是教会长辈厝边的阿姨。因为有因，互阮的性命有无同款的学习甲成长。愿上帝赐福保守每一位老母，互因无论伫身体健康、心灵平安，甲上帝的关系拢有你的赐福。真爱天父，求你帮助每一位老母，拢会当成做家庭的信仰见证者，因为对上帝你的信，勇敢伫囡仔甲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你的疼。搁较带领家庭每一个成员，借着老母的疼，结连伫主的疼内面。因为有信，互老母的上帝也成做每一位囝儿的上帝。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咱来吟线会诗，圣诗396首，圣诗396首。搭配线会求主赐福，吟诗线请牧师教导，请咱起立吟全首。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你今仔日你的话语，互阮搁一摆受到提醒。啊，愿你照着你丰盛恩典，施恩赐落伫阮所有正愿的正兄弟顶面，互阮会通学习主你的话语中，这个信仰的老母，
落雨，甲着幼年期，互阮会通活出有安尼迄款纯真的心，互阮会后辈来学习，也互阮做阮所带领、阮所引带的遮个兄弟，因也甲阮会通有共款迄个纯真的心。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甲帮助阮。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善。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特别教阮所有遮个做老母的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请坐。